点跟客户约好要見面誒，你的包包呢？你們要玩去開會啊？唔使拎啦，一部 EPC 就搞掂啦。這麼小一個啊？這是什麼東西啊？呢部係最新華碩出嘅8.9寸 EPC 98咯。誒，它跟其他牌子有什麼不一樣呢？你睇下佢兩隻手指都拎得起啊！佢重量只係1公斤都唔到，拎嚟拎去好方便㗎。佢內置咗 SSD 防震力超強，仲有以後你縮放呢個圖畫或者係文件咧，只需要咁就搞掂啦。因為佢內置咗 Multi Touch 嘅 Touchpad。聽起來很厲害，不過我們沒時間，先走再說吧。咁佢哋去搭車嘅途中又遇到另外一個問題啦。剛好趕，根本還來不及補妝唔緊要，呢部 EPC 內置咗130萬像素嘅鏡頭，無論你做影相或者係視像會議，甚至拎嚟做化妝鏡都可以嘅。真的誒，130萬畫質就是不一樣，連毛孔都看得一清二楚。咁好快佢哋就同客戶開完會之後回程途中。耶！剛才好在你用 EPC present 得這麼好，客戶才答應要跟我們簽約呢。係啊，呢部 EPC 機仔細小，功能齊備。為咗慶祝我哋呢次傾成單生意，不如我哋嚟個擁抱咧。小心你的 EPC，你看，經過這樣疊膠，EPC 還沒事，用固態硬碟果然就是我也要趕快去買一台了。哇！今日天氣真係好啦，嚟旅行最開心噶啦，影下相先。咦？睇下影咩相先？哇！死啦，睇得咁細，影得靚唔靚都唔知噶喎。啊！有辦法。啱呢唔記咗添。用咗 SSD 嘅 hard disk 開機真係快喎。揾一望先，咦有埋個 cast log 嘅喎，睇下啲相先啊。哇，好清楚喎！咦，最新好似有埋個 Multi Touch Function 喎。哇，變大就變大喎！影得咁靚，翻到店 send 翻個 email 先。哇！點算啊？咁震，望先。哦，唉，好彩啫 ，SSD 固態 hard disk，就算去到咁震情況之下，都唔會令個資料流失嘅。喂，喂，阿樂咁啱嘅？係啊，我放工啊，你放學啦咩？係啊。咁鬼早嘅？係啊。我呢度仲有街聽過啊？係啊。呢部咩嚟㗎？俾你睇下啦，呢一部係華碩最新推出嘅 EPC 98。EPC 98？係啊。咦，唔係好重嘅喎，幾輕喎。梗係啦，佢重量只係得0.99 kg，攞出街聽歌都幾方便。係啊。咁但係我頭先見你係咁搖，你聽歌嗰陣時會唔會跳線㗎？你放心啦，阿樂，佢用嘅係 SSD 固態硬碟，係完全冇問題，防震又穩定。但係你聽歌，你成日都聽歌，佢可以裝到幾多首歌啊？佢嘅 hard disk 有12 G 㗎，可以揸到超過3000首我最中意嘅歌，勁唔勁先？勁喎！你聽唔聽得晒3000首？梗係 OK 啦，點止啊？佢仲可以將你想睇嘅戲擺入去，因為佢有8.9寸嘅半銀幕，你睇下，掂唔掂啊？又好似 OK 喎。梗係啦，好方便㗎。咁但係你除咗聽歌同睇戲之外，你平時仲可以攞嚟做啲咩？嗱，因為佢入邊預載咗 Microsoft 嘅 Windows XP， 我會帶佢翻學，我嚟做功課啦、抄錄史啊，同埋佢配備咗 WiFi 嘅無線網絡功能，仲可以即場交功課俾阿 Sir 添，都唔知幾方便。咁但係你成日又聽歌又睇戲，又話上堂又成，你唔會帶埋火牛出嚟叉電㗎？你放心就得啦，佢哋有4 cell 嘅電池，可以連續使用超過3小時，完全冇問題。係咩？梗係啦。咁但係咧，我係想買，有乜借幫我用下？喂，我嘅呢部梗係唔得啦。咁你有錢我冇啊？你點樣都？咁我覺得你應該送部俾我咯。咁啊，咁行啦，我知啦。